伫嘉义市宣信街甲立民路口的芳草桥下骹呢，有一座164年起的稻野圳竹米桥。这条桥是市定古迹，也是附近国小特色课程的主角。不过，这桥骹的稻野圳因为水台关度平水尾搁较低，附近人家厝的垃圾水拢会积伫遮。市政府即马要来做改善，学校也要配合，要来改善附近的景观。 宣信国小的学生囡仔专心创作，要等稻野圳竹米桥的整治工程完工了后，用这的灰仔作品重新来甲侦探。校长表示，稻野圳的竹米桥这条路是学校特色课程，囡仔共同参与是一个真好的学习机会。在地的文化呢，能透过教育来更多的价值，所以呢，小朋友呢就也跟谢东哲大师呢来做合作，来做一个芒果宝宝的这样陶板。这座起伫164年的竹米桥，虽然是嘉义市的市定古迹，不过桥骹的稻野圳煞因为水头地势低过水尾，附近人家厝的生活废水拢较会积伫遮。市政府暗算要开1600万改善水道恶臭的问题，顺续活发这个所在。现有稻野郡的图案做护岸改善，然后也会布设步道。 这样子就可以串联了水岸公园以及巴掌溪人行景观桥，提供当地的民众一个休憩优良的场所。宣信国小表示，这条桥已经是探起嘉义县中部49庄头的南田古道，嘛是学校重要的特色课程。希望会当赶紧整理好势，让囡仔甲民众会当愿意来这个所在，顺续入捌在地历史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